手机钱包丢了，给点钱吃饭吧，给点饭吃吧。行行好，手机钱包丢了，给点钱吃饭吧。行行好。喂，别过去！怎么了，亲爱的？那乞丐是我同桌，关系还不错。他要是看见我了，肯定找我借钱，赶紧绕道走吧。咦，那不是李将吗？怎么，你认识？岂止是认识，那个我前男友，他出去打工我们就分手了。真没想到我同学是乞丐，赶紧走吧，被人知道我一个包工头有这样的同学都丢脸。等等，我拍个照再走。赶紧。赵贵，你不知道你的工程是我给的吗？行行好，行行好，谢谢，给点钱买点吃的。10块钱可能不太够啊，能给我100块吗？什么100？你要那么多干嘛？我已经好多天没吃饭了，我想吃完饭再留点车费回家。好吧。等一下，你还干什么？我不白受人恩惠，我这有张未来集团500万的支票，你可以直接去找财务兑现。什么？未来集团500万的支票，真能吹牛？这是真的支票，怎么吹牛了？我姐就是未来集团的员工，未来集团的支票只有董事长一人能开，你怎么可能有未来集团的支票？既然你不信，那看你有没有其他什么需要，我还你个人情。喂，妈。过年了，你姐要带男朋友回来，你也得带一个回来，堵一下亲戚朋友的嘴，听见没有？哎呀，妈！带不回来就当没我这个妈。有了，你当我几天临时男朋友吧，怎么样？什么？临时男朋友？什么？临时男朋友？是的，我妈催婚厉害，一定要我过年带个男朋友回家。我恋爱都没谈过，哪儿去带啊？我看你虽然穿的破烂，但五官还行，捯饬一下应该混得过去。怎么样，愿意帮这个忙吗？这……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可以给钱。给钱？是的，只要你愿意，我可以给你算钱，跟搬砖一个价，200块一天，1个星期1400，怎么样？这好像很划算。那当然，搬砖多累，陪我回家过年，好吃好喝，你赚大了。你这么说，我都没法拒绝了，成交吧。行，明天就是我妈50生日，我带你去洗个澡，换身衣服，再买点礼物就可以了。哇，这么帅！你别乱说，我们是假恋爱。就不能假戏真做？不行，我喜欢的是未来集团董事长。18岁考名校，22岁造车，25岁上市，被全球誉为车神，那才是我心里的真命天子，白马王子。原来还是我粉丝，有意思。好吧，你心向豪门，我与你不配，我们还是逢场作戏吧。反正你别有非分之想就行了，不然我可取消你的冒充资格。好，好，好，我们就牵牵手，牵牵手。行了，我出去买点礼物，我妈生日，你可不能空手回去。准备500万寿礼，明天送宋村唐家。记得到时候见我爸妈了，嘴巴甜一点。还有，你千万不能说你是乞丐，你说你爸是开公司的，你在创业，一年收入还可以，有个几十万。这撒谎好吗？什么好不好的？过完春节我们就分手了，又没法证实。我妈那人要面子，让她开心开心。那行吧。我转你1万，你给我妈当礼金。好。快点儿，别耽误吉时，把那几张桌子摆正，快点快点，客人马上坐满了。随便坐随便坐，吃好喝好啊。张庄老王随礼800，东村赵全随礼2000，干儿子王莽随礼5万。什么？5万？真有钱啊！我个娘嘞！哎呀，我的好干儿子，你来啦！干妈，你的50大寿，我必来嘛。
咦，娇娇和冰冰呢？没回来吗？妈，我回来了啦！妈，我回来啦！哟，老幺回来啦！这位是？来，妈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男朋友李绛，这是我妈。阿姨好，一点心意。好好好。唐老太好福气呀，女婿一表人才的，应该是城里人吧？嗯，对，土生土长的城里人。真的吗？我女婿是城里人吗？那家庭应该也很好吧？我亲家公亲家母是做什么的啊？我爸自己开工厂，我妈不做事儿，就天天逛街打麻将。是吗？这么安逸啊？哎呀，我做梦都想过这种贵夫人的日子啊！唐老太，你找了这么好女婿，以后肯定也能过这种日子了。苟富贵勿相忘啊，唐老太。那是自然，那是自然。我唐万必要是发财了，肯定忘不了这些乡里乡亲。哎呀，好女婿，赶紧到屋里坐，妈给你倒茶。等等，干儿子，怎么了？干妈，你是不是忘记什么事了？我忘记什么了吗？干儿子，干妈，你说等冰冰长大后就嫁给我的，你忘了吗？啊？你忘了吗？啊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干妈？冰冰现在有男朋友了啊，要不干妈十里八村给你物色一个，怎么样？不行，我只喜欢冰冰，我发誓非她不娶的。要是不能娶冰冰，就是我身为一个男人的失败。干妈，你可是答应过我的。干妈是答应过你，可我跟冰冰提过，冰冰说她不喜欢你这类型的。是的，王猛，别以为一天讨好我妈就行，我们不可能的。为什么不可能？难道你觉得他比我好？他肯定比你好啊！刚才没听说吗？城里人，爸妈开工厂的，哪点不比你好？少装！别以为我眼瞎没看见，你们刚才坐三轮车回来的。我爸还只是个矿老板，我都开的轿车。他爸要是开工厂的，你们干嘛坐三轮车回来？是的，他们刚才真是坐三轮车回来的。对啊，冰冰，小李他爸如果是开工厂的，你们怎么会坐三轮车回来呀？这还用说吗？撒谎的呗，吹牛的呗。冰冰，是这样的吗？冰冰，是这样的吗？不是的，怎么会呢，妈？难道我自己选男朋友条件差的我会选吗？那为什么小李都不开车回来，坐个三轮车？因为我家只有3辆车，我爸开1辆，我妈开1辆，我本来也有1辆，可我妹妹同学聚会想开车去，有面子就借给她。什么？他家有3辆车？3辆车，难怪看着气质不一样，那可是顶级豪门啊！我的天，真的吗？小李，你家真有3辆车？不是3辆，是我家使用的只有3辆。使用的只有3辆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家就是生产轿车的，品牌叫劳斯拉，有好几万的。要人命了！把牛吹这么大，这该怎么收场？什么？你说你家里生产世界第1轿车品牌劳斯拉？是啊，怎么了？还真是说大话不怕闪舌头。你知道劳斯拉是谁生产的吗？那可是咱们南省蔚来集团生产的。你竟然说是你家的？就是蔚来集团可是咱们南省之光，创始人车神更是金融界传奇。你竟然说劳斯拉是你发明的？这种牛都吹，冒牌货，给唐家丢脸啊！黄冰，你给我老实交代，他到底是干什么的？唐冰，你给我老实交代，他到底是干什么的？他家里就是开厂的，但不是造劳斯拉的，他是跟大家开个玩笑，开个玩笑。你真没撒谎，他家是城里开厂的，你要是撒谎，可别怪我大过年的把你赶出门。没说谎，妈，我怎么会对你说谎呢？还没说谎？不对，我怀疑你是在严重的说谎。王猛，你什么意思？我前几天问干妈，干妈都说你没对象，你这突然就冒出个对象来，你不会跟有些人一样，为了敷衍家里，花钱租了个男朋友？租男朋友？王猛，你在乱说什么？你才敷衍家里去租呢！我乱说？干妈，你没觉得有问题吗？唐冰一直说崇拜喜欢蔚来集团的创始人车神，一直单身，发誓非他不嫁。这突然就冒出个男朋友，怎么可能呢？对吧？难道他真是租了个男朋友回来？也太荒唐了吧！还撒谎说男朋友是城里开厂的。唐冰，你跟我说清楚，是不是租来的？不用问了，
肯定是租的。你看他们都没有一点谈恋爱的样子。谈恋爱什么样子？你觉得谈恋爱要什么样子？这还用说吗？牵手啊，亲嘴啊，搂搂抱抱啊，你们压根就没有。那些事我们在屋里就做了，非要到别人面前做吗？你想看是吧？也行，那我就满足你啊。亲爱的，来吧，我们亲一个给他们看看。来，吃颗糖，我想尝尝你嘴里的甜。来吧，我们亲一个给他们看看。来，吃颗糖，我想尝尝你嘴里的甜。难道是真的？这都真亲上了，肯定假不了。怎么，这还是假的吗？还是看着你喜欢的女人跟别的男人亲热很难受？你们是真的又怎样？一个坐3轮车回来过年的打工仔，冒充有钱人，欺骗父母亲戚，你还有脸了？就是，唐冰冰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他家里到底是不是车里开厂的？要是骗我，今天当场就跟你断绝母女关系。赶紧说！我行不改名，坐不改姓，姓李名将，未来集团创始人，外号车神，就是我。吹，使劲吹，也不找镜子照照自己，你也配叫车神？一个坐3轮车到丈母娘过年的打工仔，你会开车吗？就是，你会开车吗？你也配叫车神？干嘛还在冒充车神？不是故意找难堪吗？谁把车停路中间的？赶紧挪下车！谁把车停路中间的？赶紧挪下车！听见没有？谁的车？再不挪，给他砸了！大哥，别砸，别砸！今天我是50大喜，打砸不吉利，我喊人挪。哪位贵客的车啊？赶紧帮忙挪下，别挡别人了。是刘总的车吧？刘总爬山去了。啊，这怎么得了？赶紧的啊！老子可是要赶去城里喝大哥的喜酒，耽误事儿了，你们一个都别想活！这怎么办？干儿子，你不是会开车吗？赶紧帮挪一下吧。我是会开车，但也得有车钥匙。我计时了啊！要是超过3分钟没把车挪开，我今天让你这里受袭变丧袭！兄弟们，给我拿家伙！大哥别生气，我们马上想法，我们马上想法。干儿子，赶紧帮忙想下法啊！大哥，我爸是矿老板王金山，给面子绕个道走，回头我请兄弟们喝2杯，怎么样？你说什么？让我绕道走？就是，兄弟们缺酒喝吗？真不懂人事儿！立刻给我把车子砸了！砸了！慢着！你要干什么？别去惹事。放心吧，我给你把车挪开。你能把车挪开？是的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把车挪开！姓李的，你别在这里挑事儿！你一个坐3轮车回家过年的打工仔，车都不会开，你怎么挪？什么？他车都不会开？是的，大哥，他就是爱面子，瞎吹牛。唐兵，你还不赶紧拉着这个疯子！他忽悠到大哥头上，惹大哥生气，连累咱们，可饶不了他。就是这个只会说大话的白痴，你赶紧跟他分手，把他赶出村去！等等，都住口！小子，你是在耍我是吧？你车都不会开，你给我挪的哪门子车啊？谁说我不会开车？他刚刚说的。那他就是骗你的。我车技好得很。大哥别信他，车子不是他的，他连车钥匙都没有，怎么给你挪车？就是车子都不是他的，他吹牛挪呢。唐兵，还不赶紧跟这骗子分手，让他滚！让你别吹牛的，这下好了吧？什么吹牛？我说了能挪车就能挪。还在吹？车子都不是你的，你车钥匙都没有，看你怎么挪。要车钥匙才能开车的那是普通人，而我是车神。这么牛，直接开出特技！他真的会开车？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为什么不可能？人家开的那么帅，你没看见吗？
冰冰，小李他家真是开厂的，有3辆车吗？是的吧？大哥，车已经给你挪了，你可以走了。刚才我没看错的话，你那是特技吗？算是吧。居然真的是特技，真是太不可思议了！在这小小乡下，竟然有人开出了国际上都让人为之震惊的飞车特技。兄弟，你能不能收我为徒？也教教我啊！今天我在岳母娘家吃喜酒，没时间和你闲扯，回头打我电话吧。谢谢师傅，谢谢师傅。来，过来拜见我师傅。拜见师傅。行了，我丈母娘还要办寿宴呢，你们先走吧。那师傅，我们先走了，回头我来找你。哦耶，老子以后也能学飞车特技了。师傅，回头我打你电话啊。怎么样，还觉得我是在吹牛吗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要是有钱，家里有车，怎么可能坐3轮车回来过年？对啊，他明明会开车，怎么坐3轮车回来呢？对呀，你家不是有3辆车吗？随便开1辆回来就行啊。你们这些人，他不是说了吗？家里3辆车都在用，再怎么用，回丈母娘家不要面子吗？开他父母的车不可以吗？想听实话吗？什么实话？因为我太有钱了，压根儿就不需要弄一辆车子来充门面。哦，我明白了，干妈，我终于明白他为什么会开车了。为什么啊，干儿子？他是贼。什么？王猛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要乱说啊！你凭什么说李将是贼？这还用说吗？你刚才没见他是怎么把车开走的吗？车钥匙都没有，直接用蛮力打开车门，再手动打火。只有贼才会这么开车。对哦，我都没反应过来，确实是这样啊，贼就是这样开车的。所以现在真相大白了，他压根就不是什么富二代，而是一个贼。所以现在真相大白了，他压根就不是什么富二代，而是一个贼。王某，你别嚼舌根子。你说李将是贼，你有什么证据吗？要什么证据？他的行为就是证据啊！唐冰冰是怕被人知道自己找了个贼没面子，所以恼羞成怒了吗？哎呀，冰冰，你跟妈说实话，李将他到底是干什么的？要是给我出了丑，别怪我跟你断绝母女关系。我敢以命担保，李将绝不可能是贼。呵呵，你拿命担保有什么用？证据呢？你说他是贼，你拿证据啊！好，要不这样吧，你不说他是富二代吗？第一次来你家过年，还是干妈50大寿。干妈，他给你随了多少礼金啊？礼金没给啊，就提了点礼品。什么？干妈你50大寿，他来拜寿都没送礼金，还好意思吹自己是富二代，家里有3辆车。急什么？这不是还没来得及写礼金吗？礼金1万。什么？就1万？身为女婿，第一次回丈母娘家，还是丈母娘50大寿，你就送1万？我只是干儿子，就送了5万。你说怎么了？你要没实力做唐家的女婿，就识趣点，自己滚。你要没实力做唐家的女婿，就识趣点，自己滚。不过是送了5万的礼金，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张牙舞爪的？我已经让人准备了100万大礼，正在送来的路上。你说什么？100万大礼？你还真是说大话不怕闪了舌头！你知道100万是多少钱吗？就是连车都买不起，只能坐3轮车拜寿，也敢说送100万大礼？冰冰，你喊他赶紧滚吧，别让他在这里给咱们亲戚丢人现眼了。你也真是无缘无故的吹什么牛啊！相信我吧，我不会让你在亲戚面前丢脸，更不会让这个不自量力的癞蛤蟆把我比下去。哼，是吗？别让我比下去，你倒是把你的100万厚礼送来，让我们大家看看啊！别只知道嘴炮。行，我打个电话催一下我的秘书。哈哈，装还秘书？一个坐3轮车回家过年的打工仔，还有秘书，你咋不上天？让你准备的厚礼什么时候送到？回董事长已经进村，马上就到了。好，再给我调一个车队过来吧，要清一色的轿车。这里有些有眼无珠的地痞没见过世面的，我让他们见见世面。是。快了，马上就到。呵呵，装，我看你装到什么时候。
堂姐，又有贵客到了，不会是你大女婿回来了吧？听说你大女婿是包工头，在城里包工程啊？是的，是的，他在城里包工程。咦，好像不是，这谁呀？是来找我的。你说什么？这开轿车来的人是来找你的？你等着看不就知道了。董事长，真是找他的。给我备的厚礼呢？在这儿。阿姨，这是为了庆祝您的50大寿，为您准备的一点小小心意，还望笑纳。这什么？能是什么？他一个坐3轮车回家过年的打工仔，还能送得起什么？不会是一袋土豆吧？老嫂子，赶紧打开看！对，打开看。这是什么？对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对啊，这是一辆价值60万的车子和一套价值100万的房子。你说什么？这袋子里是一辆价值60万的车子和100万的房子？你还真把自己当有钱人了是吧？是不是？你看了不就知道了？你到底在搞什么把戏？我就租你回家过个年，你别乱给我捅娄子，让我下不了台。想知道怎么回事吗？怎么回事？其实我不是你在路边看见的乞丐，而是隐藏了身份的未来集团创始人。你说什么？喂，你们在那里嘀咕什么呢？怕穿帮了，想法子串通是吧？你这种人还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，不见棺材不落泪。赶紧把袋子打开，不就知道了吗？对，赶紧打开，看到底是不是？打开吧，我敢保证，打开就是个笑话。庞冰，你说实话，他到底是干什么的？你别让我成了全村的笑话。不用问了，干妈，这个贼已经破绽百出，昭然若揭了。什么意思？你看啊，最开始回来，庞冰说他爸是开厂的，他是富二代。可刚才来的那女的又喊他董事长，搞得他自己就是老板一样，一会儿一个身份，他不是骗子是什么？别废话这么多，是不是骗子？把礼物包打开不就知道吗？行，就给他打开，让他死个明白。行，那我打开。行，就给他打开，让他死个明白。行，那我打开。啊，真的有车钥匙和房产证？难道他真是有来头？怎么样，都货真价实吧？这真是车钥匙和房产证吗？是的，价值60万的劳斯1辆和价值100万的城中区房子。真的吗？我不是在做梦吗？一下子车子房子都有了。女儿，你真给老妈找了个金龟婿吗？干妈，你别信他，别被他骗了。又怎么了，干儿子？这车钥匙和房产证都在啊，怎么又骗我了？车钥匙和房产证能说明什么？你要的话，我可以给你弄一麻袋来。外面卖玩具的，什么车的车钥匙都有。路边办假账的，别说房产证，就是身份证都能办假的。对对对，谁知道这车钥匙和房产证是真是假呢？岂有此理！你们竟然质疑董事长送的礼是假的？少在这里装腔作势了。要是真的，你怎么不把车子开来，就送把钥匙来？车队在后面，一会儿就到了。看吧看吧，牛越吹越大了，这都吹到有一个车队了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大女儿、大女婿回来了，稀客稀客。唐大姐真是好福气，这女婿是真有钱，在城里包工程。是的，听说现在包工程跟印钞一样的。妈，这是我和娇娇对您的一点心意，祝您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啊，谢谢谢谢，你们能回来我就很开心了。还送什么礼吗？岂止是送礼，我还得送您一份超级厚礼。啊，是吗？还送我超级厚礼啊？什么啊？我赵贵，唐家大女婿，为我丈母娘庆生，送贺礼10万。什么？10万？果然是有钱人，出手就是10万。娇娇能找到这么好的男人，真是我们唐家的幸运。来，钱在卡里，取钱自己刷，密码1234567。女婿你破费了，女婿你破费了。看见了吧，姓李的，这才是真正的有钱，说送10万，直接上卡。不好意思，我卡里的钱太多，不方便送。哎，李酱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他是冰冰的男朋友，带回来过年的。什么？他是冰冰的男朋友？妈，你说什么？他是我妹的男朋友。妈，你说什么？他是我妹的男朋友？是啊，怎么了？离了大谱吧？小妹你怎么会找他做男朋友，还带回家来？
找他做男朋友怎么了，姐？有什么问题吗？岂止是有问题，简直是天大的问题！我的天啦，怎么会这样？你是哪只眼睛有问题？竟然看上他当男朋友？找他当男朋友怎么了嘛，姐？你倒是说个明白啊！他就是我前男友，被我踹了不要的啊，没想被你当破烂捡起来了。什么？他是你前男友，被你踹了不要的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刚毕业的时候在一起没多久，我发现他一穷二白，没本事之后就把他踹了。什么？娇娇，你说真的？他一穷二白没本事？当然啊，我开始看他长得人模人样，还以为他是城里的呢，没想到是乡下人。可笑的是，他还说可以打工养我，然后他还真打工去了。你说真的吗？他竟然是个打工仔！我都把他踹了，这还能假吗？而且现在他连工都没得打了，混得比打工仔还惨。什么？他混得比打工仔还惨？那他在做什么？昨天我在街上看见了他，他在当乞丐。什么？在当乞丐？不会吧？他竟然在当乞丐！娇娇，你没开玩笑吧？他是乞丐！娇娇，你没开玩笑吧？他是乞丐！这我能开玩笑吗？不信你问我老公，他们还很熟呢。是吗？好女婿，你认识他吗？认识，但我也不想提起来。我原本读书时的同桌竟然是乞丐。李江，你说你要当乞丐，就当你的乞丐呗，你干嘛跑来拐骗我小姨子？赵贵，你还真是得志猫而胜过虎啊！谁给你的自信，在这里质问我，对我指手画脚的？你说什么？我没自信对你指手画脚？你知道我现在的实力吗？我不知道，你说说。老公赶紧说，说出来自卑死他。好吧，李江，你非要在我面前自取其辱，我就好好成全你。我赵贵与你同村同学同桌，曾经你为学霸，我为学渣，你说我不争。而今10年过去，物换星移，你堂堂学霸沦落街头乞讨，我虽是学渣，但善于打拼，在城里包工程，建起高楼大厦，挣得上亿身家，众星捧月，门庭若市。现在你知道我的实力了吗？觉得我有自信对你指手画脚吗？什么？建高楼大厦，有1万身家？这也太有钱了吧！再问你呢，李江，我的乞丐前男友有被我现在的老公羞辱到吗？他羞辱我，你可知道，我的实力只能让他仰望，而他有的一切，也不过是我施舍所得。他羞辱我，你可知道，他有的一切也不过是我施舍所得。你说什么？我的一切是你施舍所得？你一个靠人施舍的乞丐，就说我的成就是你施舍所得？真是太无耻，太不要脸了！小妹，赶紧跟我说，他是用什么手段骗你跟他一起的？正好咱们家人亲戚都在这里，一起帮你讨回公道，惩罚这个骗子。对，冰冰，你赶紧说，这个乞丐是怎么骗的你？说，怎么样，李江？小子，这下你不装了吧？还家里开工厂的，家里还有3辆车，还生产轿车，继续装啊，吹啊！唐冰，这就是你拒绝我找的好男朋友，在街边当乞丐，冒充富二代。冰冰，赶紧说吧，他是怎么骗的你？就算他是我同村同桌，姐夫今日也大义灭亲，帮你讨回公道。他没骗我，都实锤了，还说没骗你？唐冰，你是被他灌迷魂汤了吧？就是，你姐和姐夫都证实了，他是个乞丐，你还想帮他隐瞒吗？姓李的，你要是个男人，有点担当，就自己说你是不是在城里当乞丐？敢污蔑董事长，你们找死！你谁啊？我们在这里揭露骗子，关你什么事儿？我是未来集团董事长秘书，他就是我们董事长。我是未来集团董事长秘书，他就是我们董事长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他是未来集团董事长？当然，你是疯了吧？竟然说一个乞丐是未来集团董事长？你知道未来集团是什么样的存在吗？就是，未来集团可是咱们南省首富集团，创始人车神更是世界金融圈的传奇，不但身价惊人，更是神秘莫测。你竟然说这个乞丐是未来集团董事长，这要是被未来集团知道了，不生吞活剥了你才怪！生吞活剥他都是小事，只怕还会连累到我们一起问罪。你们爱信不信？眼前的真真正正就是未来集团的董事长，我可已经劝告你们，你们若是非要惹到董事长生气，有什么后果可自负。哇，我好怕哦，骗不了人就开始恐吓了，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！
我都已经说了，我跟李江早就认识，他都是我看着嫌弃踹了不要的，你还非要在这里吹。对了，老婆，你昨天看见他在乞讨，不是特地拍了照吗？直接把照片拿出来锤死他呀！对对对，我拍了照的，我拿照片出来给大家看。来，在这里，你们看吧，他就是个名副其实的乞丐。来，在这里，你们看吧，他就是个名副其实的乞丐。还真是乞丐！天哪，真的还真是乞丐！天杀的，真的是乞丐！我都被骗了！干妈，我说他肯定是骗子，这下你信了吧？还说自己家里是开厂的，还送100万厚礼，几十万的车和几十万的房。这么说，那车钥匙真是玩具，房产证真是地摊上办的假证啊！真是丢人丢到姥姥家了！你这个骗子，把你这假货拿回去吧！我这可是真的100万好礼，可是你自己不要的，倒是别后悔。你个骗子，骗了我女儿，送我假货，还说我会后悔。冰冰，你自己说这个乞丐是怎么骗的你？今天我要好好跟他算账。就是，小妹你别怕，我们大家都在这里帮你撑腰呢。对，帮你撑腰。没有，不是他骗的我，是我自愿的。什么？你自愿的？你的意思是，你知道他是乞丐，你自愿跟他的吗？也不是。不是？那是怎么回事？就是，那是怎么回事？哎，好了，我就跟你们直说了吧。他不是我男朋友，他是我租回来的。什么？他不是我男朋友，他是我租回来的。什么？租来的？小妹，你说什么？他是租回来的。我就说吧，看他们就不配，不像谈恋爱的样子，肯定是找来敷衍家里的。你们不信？冰冰，你疯了吗？你干嘛租男朋友回来？还不是你们逼的！说要堵亲戚朋友的嘴，我没有怎么办？只好去租一个了。哎呀，你这气死我了！你让我以后怎么有脸见人啊？就是唐斌，你这是把我们亲戚的脸都丢光了。没男朋友过年居然租个回来，真是太丢人了。就算再找不到男人，也用不着去租吧？长这么漂亮都找不到男人，还要租，得多丢人啊！肯定是李江这个乞丐骗的小妹。对，肯定是他骗的。李江，你自己说，怎么骗我小姨子的？老实交代，我还饶你一命，否则你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够了，别吵了！我说了是我租的他，不是他骗的。行了，我租了你1天200块，我扫码给你，你走吧。不要钱了，我免费租给你一辈子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都这种时候了，你还在维护我觉得你是个好女人，我愿意一辈子守护。你是疯了吧？你一个乞丐也配得上我妹妹这样的美女？就是，还大言不惭，好像自己很慷慨一样。我算是见识什么叫恬不知耻，连娇娇都看不上你，你还想配得上冰冰？干妈，你可别忘了，他之前挪车漏的那一手，他可是个偷车贼。偷车贼？什么意思啊？之前有辆车停这儿，车主不在，他忍不住逞能，车钥匙都不要，直接过去麻利的把车门打开，把火点燃，然后把车挪开了，一看就是惯偷的手法。好啊，李江，没想到你不但好手好脚的当职业乞丐骗人，还是偷车贼。自己老实交代，都犯过什么法，偷过谁的车？你真的想知道吗？当然，赶紧坦白从宽。好吧，那我先告诉你为什么我是乞丐的事吧。因为我钱多了花不完，也觉得人生没什么价值，所以我就在路上装乞丐，看谁还有善良和同情心，就帮他逆天改命。于是我遇到了冰冰，看见了他的善良，决定和他接触接触。你说什么？你是装乞丐？你说什么？我压根就不是真乞丐，而是装的。你真是笑死我了！我活了20几岁，还真是第一次听说有人钱花不完了去装乞丐的。你们信吗？信有人钱花不完了到街上装乞丐吗？我信他个鬼！
当初还说靠打工养我，结果自己都差点饿死。这简直就是我听过最不要脸的笑话。当乞丐骗人被发现了，就说自己是装的，真是太不要脸了。就是，都堕落到靠出租自己给人当男朋友了，男人的脸都丢光了，还好意思说自己钱多的花不完。老祖宗早就教过你们做人，人不可貌相，你们硬是记不住啊。够了，丽酱，不要在这里巧舌如滑、自我催眠了。今天可是我妈50大寿，别在这里丢人现眼，扫我们大家的兴，赶紧自己滚吧！就是，赶紧滚吧！我们一个村的，又同班同桌读书，我还不知道你什么人什么来历吗？还这里吹牛上瘾的，真是连我都跟你害臊。就是啊，都是唐斌你做的好事，赶紧喊他滚！赶紧，你还是走吧。等等，谁把我的车挪了？等等，谁把我的车挪了？是谁？谁动了老子的车？他，刘总，他动的。你谁呀？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，也敢动老子的车？知道老子的什么车吗？动坏了你赔得起吗？刘总，他可是骗子，就想给你骗走，哪会想赔不赔得起？什么？你说他是骗子，是想骗我的车？刘总，你觉得呢？他车钥匙都没有，直接硬把你的车门打开，车钥匙都不要，把你车子给开动了，他不是贼是什么？姓王的，你不要在这里血口喷人。什么？我血口喷人？在场的这么多双眼睛，谁不是看得清清楚楚？要不是有人看着，你早就走了。王八蛋，居然骗到我头上了！今天不给我说个清楚，马上抓你坐牢！你不要听他胡说，是你的车挡了别人的路，别人的车过不去着急，我去帮忙挪的。在场这么多双眼睛可都看着的，是吗？你们谁看见是我车挡别人路了，他去挪的？你看见了吗？还是你看见了？刘总，你看见了吧？他在说谎，没人能给他证明。我能帮他证明。唐彪，你是脑子坏了吗？到现在了，你还在帮他？我看你才是脑子坏了吧！明明是车子挡了别人的路，他帮忙挪车，你为什么还要捏造谎话污蔑他？你说他是帮忙挪车就是吗？刘总的车就算停在路中间又怎么了？需要挪吗？就是，老子的车可是50万买的，行走的一套房，是不是人都能碰的吗？自己说吧，小子，碰了我的车怎么解决？别说是你挡了别人的车，我帮你挪。就算是我真碰了你的车，区50万的车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家里堆着一枪库，最便宜的都是上百万，我都懒得看你这种破车。岂有此理！你竟敢说我50万的车是破车！你再说一遍！真是笑死个人了！一个在靠乞讨为生的骗子，竟然说50万的是破车！这就是井底之蛙，大言不惭吧？我看你们这群人才是井底之蛙吧。董事长的身份地位犹如皓月星辰，岂是你们这群人能嘲笑的？你说什么？他是皓月星辰，就他这样一无所有，靠出租自己给人当男朋友，跟会所的男模一样，也配叫皓月星辰？世界500强企业，名车第一品牌劳斯拉的生产厂家，蔚来集团的董事长，不配叫皓月星辰，你觉得配叫什么？真不要脸！幸好当初我把他踹了。你好了，严秘书，别和这些凡夫俗子争了。我让你喊来让他们见见世面的车队呢，怎么还没到？我打电话催催。这又是什么贵客来给老嫂子你祝寿了吗？唐大姐真是有人脉，这么豪华的车队，肯定是城里的有钱人吧？不知道是哪位贵客，我去迎接迎接。是哪位贵客来给我祝寿的吗？乞丐跟你没关系。董事长，您要的车队开来了。什么？是他的车队？不会吧？他真有车队？你之前说什么来着？我冒充有钱人，我家里有3辆车是撒谎。睁大你的狗眼看看，我有3辆车吗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明明是乞丐，怎么可能拥有一支车队？就是一个说要靠打工养我的人，怎么可能买得起车队？是的，跟我同村同学，我还不了解你是什么样的人吗？李将，你是为了面子租了一个车队来强行挽尊吧？对对对，他肯定是租的车来强行挽尊。你们还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是吧？把我今天准备送礼的新车出厂证明拿出来，让他们好好瞧瞧。是，董事长，新车出厂证明。
董事长，新车出厂证明。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了，新车出厂证明，这些车就是我的，不是租的。不可能，你不可能有一支车队。不可能，你明明就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农民，你怎么可能买得起这么多车？怎么，老公，这些车真是他的吗？真是他的？怎么可能？一个被我嫌弃说要靠打工养我的男人，哪来的钱买这么多车？我怎么会有这么多车，就不是你有资格知道的了。你的车不能摸，是吧？你想要我怎么赔你的车啊？这些车随便一辆都是上百万，加起来得价值千万。你到底是谁？怎么会买得起这么多车？忘记我秘书告诉你的了吗？蔚来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，够实力买得起这么多车吗？什么？你是蔚来集团董事长？什么？你是蔚来集团董事长？不可能，他绝不可能是什么集团董事长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和他从小一起长大，对他太了解了。他从小就家庭贫穷，他妈还过不了苦日子，背着他爸跟人跑了。他读书的时候连菜都吃不起，豆腐乳差菜就饭，躲在角落里吃。还是我同情他，偶尔给他吃个煎饼，让他尝尝油荤。后来考上清北，没学费，含泪去读了职校。他怎么可能是蔚来集团董事长？李江，你自己说，我说的是不是真的？你说的确实是真的，也正是念在那时你给煎饼我吃的情分上，我才想方设法的帮助你，扶持你，让你承包工程，当上包工头，从而致富。没想你致富之后，竟然变了本性，为富不仁，六亲不认。看来你还是承受不起富贵的命运。你说什么？是你让我承包工程，当上包工头的？他是疯了吧？当自己是神，无所不能呢？自己都承认了吃不起煎饼，还能让人包工程？我也觉得他就是在吹牛。我横看竖看他都不像是个有钱人，就更别说是蔚来集团董事长那样的大人物了。李江，我现在给你个机会，自己说是怎么骗来这些车子的。你要不说实话，我马上就能报警抓你。你不用报警，我马上收了你的工程，你就什么都信。你说什么？你要收了我的工程？你等我打完电话就知道了。立刻停止赵贵的所有项目。装模作样，老子是厦大的吗？就是，他是入戏就出不来了吧？真当自己是有钱人了？够了，不要在这里逞强了。等下激怒了他们，我也帮不了你了。你赶紧自己走吧，别把事情惹大了。虽然这里的人让我挺失望，但我很开心，因为你很漂亮善良。如果可以，我想娶你。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吧？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吧？怎么了，王某？事情很简单了，这家伙就是个乞丐，结果遇到冰冰被干妈催婚，脑子一发热，就花200块一样租她当临时男朋友，回来跟干妈交差。可这家伙贪图冰冰的美色，就想假戏真做，想方设法的吹牛，把自己扮演成有钱人的样子，想让冰冰喜欢他，嫁给他。只可惜他的牛吹得太大太离谱，也不用脑子想想。蔚来集团董事长是什么人物？那可是咱们全国都声名赫赫的金融天才，全球富豪榜的风云人物，多少豪门千金爱慕，岂会看得上冰冰一个村姑？没错，以蔚来集团董事长那样的大富豪，身边早是美女如云，岂会跑到这穷乡僻壤来跟我妹妹表白？这个被我踹掉的死骗子，还真是阴险狡诈，恬不知耻。对了，你刚不是打电话要停止我的所有项目吗？怎么风平浪静的？急什么？很快就会让你如愿以偿。是吗？那我求求你啊，赶紧让我如愿以偿吧！我钱赚太多了，都嫌累了。3、2、1。喂？什么？德旺建筑公司取消和我们的所有项目合作？为什么？怎么样，赵贵？
还要在我面前炫耀自己是个包工头吗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一直平平无奇，你怎么会有能量让德旺建司不和我合作？因为德旺集团的老板张德旺，也是我一手扶起来的啊，明白了吗？什么？你说张德旺张总是你一手扶起来的？不可能，绝不可能！张总可是有名的地产大王，你居然说他是你一手扶起来的？就是，新闻报道张总现在已经50多岁了吧？你才多大？20出头，你有什么资格去扶持张总？是的，不用说，他100%是在吹牛。可是那怎么刚好他打了电话，德旺集团就断了女婿你的业务啊？对了，亲爱的，德旺张千金不是你干姐姐，她才是你的关系吗？你找她啊？对，我都忘记这茬了。德旺集团可是我干姐姐的关系，我马上找她。喂，我亲爱的干姐姐吗？干弟，什么事儿啊？这里有个人说是你们德旺集团的幕后大佬，还能让你们封杀我，是真的吗？什么？有人能让德旺封杀你？谁这么大胆？什么？有人能让德旺封杀你？谁这么大胆？他是以前我一个村子的，后来在外面打工当乞丐，现在突然跟我说他是你爸的贵人，能让你们封杀我。不信，所以就问问你。岂有此理！何方狂徒竟然如此败坏我德旺集团名声！你看好他，我马上过来收拾他。走，姐妹们，去怼人了。让看你今天怎么死！怎么了，老公？你干姐姐怎么说？我干姐姐说，压根儿就没这么号人，她马上亲自过来揭穿并收拾他。什么？德旺集团的大小姐要来我们村吗？那是当然，那可是我干姐姐，我有事儿，她绝对是亲自帮忙。哇，好女婿，你的面子真是太大了。德旺集团可是咱们省最大的建筑公司，如果大小姐能亲自来咱们村，咱们说情，搞不好以后都不差活干了啊！对，都是赵少的面子，等会儿赵少可得帮咱们说好话啊！放心吧，等我干姐姐来收拾这个败类之后，我给你们全部都安排工作。谢谢赵少，谢谢赵少。李酱，给你最后一个机会，现在向我跪下求饶还来得及。一会儿你就知道是谁求饶。谁敢污蔑德旺集团？谁敢污蔑德旺集团？德旺集团的大小姐怎么可得罪不起？干姐姐你来了。干姐姐，谁敢说是我德旺集团贵人的，给我滚出来！他就是他。你说你是我德旺集团的贵人，还要封杀我的干弟弟？是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我德旺集团大小姐，也是德旺集团以后的继承人，我怎么不认识你这位贵人啊？乞丐、骗子，说啊！你不是真正有钱很嚣张的吗？还煞有介事的，又是打电话，又是威胁我，我以为你真有什么能耐呢。就是，现在干姐姐这位德旺集团大小姐都亲自戳穿你了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哼，德旺集团大小姐，恕我直言，你还没有资格跟我说话，还是叫你老爸亲自来跟我说话吧。你说什么？我没资格跟你说话，要我老爸来，真是岂有此理！张芬，他这是当面贬损你啊！就是啊，德旺集团大小姐可是未来德旺集团继承人，他竟说没资格和他说话，简直是疯了！个乡巴佬，我现在命令你马上给我自打耳光道歉，否则我一句话就让你在南省再无立足之地。你让我无立足之地，那不如我喊个人来让你看看，是谁让谁无立足之地。张德旺，你有麻烦了，自己来宋村唐家一趟吧。很快，你爸就会来教你怎么做人。你说你刚才是给我爸打的电话？当然。我真是受不了你这个骗子了。
我爸在国外，手机没电关机，根本打不通，你还在装呢。就是我们在来的时候就给董事长打了电话，打不通，你还在装。张芬，你就当着他的面打，戳穿这个骗子吧。行，我就当面戳穿他。看好啊，我马上给我爸打电话。对不起，您拨讲的电话已关机或不方便接听电话。你个死骗子，听见了吗？我爸的手机关机，根本打不通，你还装呢。果然还得是我干姐姐，出手就打他脸。不蹦跶了吗？不装13了吗？居然诈骗到我德旺集团来了！立刻给我把他抓起来！听见了吗？你们为大小姐效劳的时候到了！把这个骗子轰出去！谁敢动试试？谁敢动试试？怎么，李江，你们想凭几个骗子对抗全村人的怒火吗？你得知道这是宋村，水浒梁山传下来800年的宋村，民风剽悍，可不是能容你撒野的地方。李江，别起冲突了，你们在这里闹不赢的，你赶紧向大小姐道个歉，我让我姐帮忙求求情。别想了，我才不可能帮这个乞丐骗子求情。就是，都这时候了，冰冰，你还想维护他吗？不是维护，是我喊他来的，我不能不管他啊，姐夫，你就帮忙跟大小姐说说吧，他可能只是出于面子吹点牛，我让他给你们道个歉，你们让他走好不好？不用求他们，我没事。都这时候了，你还在逞能？你知道惹到德旺集团什么后果吗？真的可以让你没有活路啊！唐斌，你过来，别管他了，他把我们的脸都丢尽了。阿姨啊，一会儿你就知道，让你和你家把脸丢尽的不是我，是赵贵。够了，这么大个男人，好手好脚的，就算搬砖也能生活。你竟然去当乞丐，还当骗子，被戳穿了都还不知悔改，你还有脸在这里振振有词呢？就是，还说我丢脸。我背靠德旺集团，德旺大小姐是我干姐姐，就算在城里我也横着走，你居然说我丢脸？不用和他废话了，立刻把他轰出去！轰出去！轰出去！给我住手！都给我住手！爸，你怎么来了？芬芬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这里有人诋毁我们德旺集团，还妄想欺负我干弟弟，我过来看看是谁这么不长眼睛。是的，干爹。干姐姐过来帮我出头的。哦，赵贵，你也在这儿啊？你可是我德旺集团罩着的人，谁敢欺负你，不想活了吗？干爹，就是他！你个可怜的乞丐骗子，看见了吗？德旺集团就是罩着我的，你跟我比，连个蝼蚁都不是。就是，还吹牛，能让德旺集团断我老公活路，这下打脸了，都打肿了吧？你们住口！董事长怎么了？张德旺见过大老板。你们住口！董事长怎么了？张德旺见过大老板。张德旺，是不是德旺集团做大了，你有点飘了，连下面的狗都这么喜欢咬人？妹妹，德旺集团是老板你一手扶起，老板你就是我张德旺的再生父母，我张德旺永生永世都没齿难忘。爸，你是不是被骗子骗了，中了迷魂药啊？怎么说起话来胡言乱语的？你住口！没想到你们得罪的竟然是罩着我的老板，还不赶紧向老板道歉？怎么可能？他是个什么东西？何德何能罩着您？您是不是意识不清醒啊？就是啊，干爹，他就是我同村的一个打工仔而已，连工都打不好，还沦落行乞了。就是，我这里还有照片为证呢，干爹你看看吧。对，他还是我老婆的前男友，就因为没出息才被我老婆踹的。住口！你们这些有眼无珠、忘恩负义的东西，你们都完了，知道吗？爸，你今天到底是怎么了？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要知道怎么回事是吧？行，我来告诉你。你知道我德旺集团为什么要扶持他，把工程都给他做吗？知道，您说过有神秘大 boss 吩咐的。既然你记得，为什么做事还这么糊涂？不会吧？难道爸你说的神秘大 boss 是他？不会吧？难道爸你说的神秘大 boss 是他？没错，正是因为大老板打的招呼，说赵贵是他同乡，是他朋友，让我一定要好好照顾扶他起来，否则就唯我是问，我才扶得赵贵起来。不是吧，干爹？是他让您扶得我起来？他是什么东西，也配吩咐干爹您做事？住口！忘恩负义的东西，还在对老板出言不逊！不是干爹，我是真糊涂啊！他李将真的就是一个普普通的打工仔，他没实力没背景的，干爹。不信您问在场的人，哪个不知道他底细？他都堕落到在街头当乞丐，靠出租自己200块一天陪人回家过年了啊！唐兵，你说是不是？你花200块一天租他当男朋友回家过年？这什么？你说啊？你还想对干爹撒谎吗？
是，干爹，你听见了吗？我妹花200块一天租回来当临时男朋友的男人，怎么可能是什么大老板呢？这个该死的骗子，真是丧心病狂，竟然连干爹您都敢骗！赶紧把这个骗子抓起来，送去坐牢！对，赶紧抓起来！对，抓起来！抓起来！把他抓起来！都给我住口！都给我住口！你们这些人还真是愚不可及！我都已经说了，李先生是真正的大老板，你们还敢冒犯？爸，你醒醒吧，你不要被这个骗子给骗了。我横看竖看，他都不像是什么有来头的人，而且还有这么多人作证。就是，我们这些人可都是和他一起长大，对他知根知底的人。就你还对他知根知底？对啊，我跟他从小一起长大，从小他家就穷得揭不开锅，他妈嫌家穷，跟着别人跑了。他上学还是他爸一家一家跪着去借钱凑的。他这样的人，怎么可能是什么大老板？那你又知道我为什么这几年特别关照你，把最好的项目都给你做吗？为什么？就因为李先生再三叮嘱，说你和他有不一般的情谊，就算你是一滩烂泥，也必须把你扶上墙。我还特地叮嘱了芬芬，让她和你走近点，因为你背后有一个大 boss， 是我们德旺集团的恩人。芬芬，你还记得我跟你说的？是，这事我记得。爸，你确实这么叮嘱过我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以为就凭你当初一个在工地搬砖的，有什么资格让我亲手扶你发境？难道真的是他？他到底什么来头？对啊，爸，他到底什么来头？有什么能耐比我们德旺集团还强？他什么来头？他是全球金融天才，未来集团创始人车神李将。他是全球金融天才，未来集团创始人车神李将。什么？他是未来集团创始人车神李将？什么？你是车神李将？其实我不想这么高调的，但现在再想瞒也瞒不住。你真的是车神李将吗？就是那个擅长320种车型车技驾驶，独自一人穿越罗布泊，打败东欧车王而一举封神的神秘车神？是的，源于对汽车性能的了解，所以我创立了劳斯拉轿车品牌。对，一直以来海外造车技术领先，使我们的国产车抬不起头，被人耻笑。直到车神出世，创造劳斯拉，一举惊艳世界，从此国产车扬眉吐气，世界第一，这都是车神的功劳。没想到你就是车神啊！他真的车神吗？那很有钱吧？那他先前送我的100万厚礼是真的吗？好女婿，你送我那房子和车子是真的吗？是真的，但你没要还给我了，就跟你没关系了。好女婿，你别生气嘛，我是跟你开个玩笑，你再送给我，我马上收下，我高高兴兴的收下。上百万的好礼，哪是你想要你就能要的？你已经错过了机会，就不可能再有。刚才我也是被他们说糊涂了啊！要不，干儿子，赶紧你给小李道个歉。什么？让我跟他道歉？干妈，你们都别被他骗了！我已经找到他破绽了，他是个冒牌货！啊？破绽？什么破绽？我也喜欢车，我还在名车发布会上见过一次车神。车神在任何时候都是戴着一张金色面具出场，看起来犹如天神下凡。他真不是。对，车神从不以真面目示人，就是因为车迷狂热，他怕被打扰，所以处处低调。哪像他这样到处招摇撞势，说自己就是车神，肯定是冒牌货。对，他肯定是冒牌货。你们这些人真是把我气死了啊！气死了，呼吸不上来。董事长，你怎么了？爸，你怎么了？你，董事长心脏病发作了，你们谁有药？药不是随身带着的吗？我看看。怎么没有？董事长过来得及，可能忘记拿了，赶紧将董事长送医院。赶紧，来人帮帮忙！喂，干姐姐，要我跟去吗？给我看好这个骗子！我爸要出了半点差池，我要他的命！是，干姐姐。听见了吗？董事长要是出半点差池，你死定了。是的，拿他的命都不够赔。听见了吗？董事长要是出半点差池，你死定了。是的，拿他的命都不够赔。你们还真是死不悔改，冥顽不灵。怎么，李佳，你还在装吗？
你对董事长动的手脚都让他出问题了，你的末日就要到了，你还从戏里出不来？赵贵，我是真没想你会蠢成这样。你忘记你的工程项目已经被德望停掉的事实吗？那又怎样？董事长是被你蛊惑和欺骗才下的命令，等他清醒过来，自然会恢复对我的扶持，那时就是你的死期。可以，那我们就看是谁的死期吧。我们现在走吧。是，董事长。本来想帮你把这场戏演下去，没想出现这些波折，那我就先走了。以后如果有需要，随时来未来集团找我。你真的是世界车神？我是不是世界车神很重要吗？重要，当然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车神是我偶像啊！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嫁给车神。你的梦想是嫁给车神，那你这梦想有点大啊。我知道这可能有点异想天开，但哪怕是能和他说几句话，一起拍个照，都让我觉得满足。行，那我就陪你拍个照吧。来，你来帮我们拍。是，你真的是车神？他就是个骗子，你还在信他？就是，他要是未来集团董事长，他要是车神，你这样的村姑，他会多看你一眼。你以为每个人都像你这么浅薄势力？我浅薄势力，我是手下有8000工人干活的包工头。你厉害，你倒是拿出点我们看得见的实力来啊！就是拿出你的实力来啊！娇娇贵哥，你们就不要和这个骗子在这里浪费时间了，还是帮我完成我的人生大事吧。猛子，你什么人生大事？贵哥，你知道的啊。我一直喜欢冰冰，今天前来就是想借干妈50大寿之机向冰冰提亲。这好啊，正好双喜临门。对的，我看猛子你和我小姨妹还正是郎才女貌一对，这事绝对天作之合。怎么，娇娇贵哥，你们都支持吗？支持，必须支持。有你这样的连襟，也算配得上我的脸面。干妈，你也没意见吧？我是没意见，可冰冰不可能，我绝不答应。唐斌，你这是故意和我过不去吗？三亲六亲一家人都答应了，你还有什么不答应的？我的婚姻我做主，谁答应都不行。岂有此理！你不会喜欢这个花200块租回来的骗子吧？岂有此理！你不会喜欢这个花200块租回来的骗子吧？没错，我就算喜欢他，也不可能嫁给你。唐冰，你是不是蠢？王公子的爸爸是大老板，家里有车有房，你嫁过去就跟着享福，而这个姓李的不过是我踹掉的蹩脚货，你想跟着他被人耻笑吗？就是，我坚决反对你嫁给这么一个来路不明的骗子，我愿意选猛子做女婿。还是干妈英明，我这就让我爸准备聘你，给干妈你和姐姐姐夫一人送1辆车。真的吗，干儿子，你这么大方？那是当然，等我和冰冰结婚了，干妈你就是我亲妈了，到时候我家的公司、别墅全都是干妈你的，你只管享福就对了。好，好，好，那这桩婚事就这么定了。小子，看见了吗？任你的骗术再高明，你喜欢的人也只能成为我的女人，你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。我是失败者，你觉得自己家里开煤矿有钱不得了？是了不了呀？怎么了？羡慕嫉妒？你信我能让你爸爸亲自跑到这里来向我道歉吗？你说什么？你让我爸爸亲自跑到这里来向你道歉？他是疯了吧？王少他爸可是10里8村有名的产业大王，会向他道歉？这个疯子，赶紧把村里的狗放出来，把他咬走吧！他再这样下去，我都忍不住动手打他了。别，先别让他走。既然他把牛吹这里来了，今天我还非要亲手把这脸打了才痛快。你不说我爸会亲自给你道歉吗？我今天就成全你，我亲自给我爸打个电话，把他喊来，看是他让你死，还是给你道歉。我亲自给我爸打个电话，把他喊来，看是他让你死，还是给你道歉。王老板，我那部电影的事儿，你就帮忙投个几百万吧。真的想要我投？那肯定啊，我和小狐狸谁拉的投资多，谁当女主呢？我有机会靠这部剧一炮而红。喂，儿子，怎么了？爸，2件事，一是我向干妈提亲，他们全家都答应了；二是这里有个疯子，不但跟我抢女人，还吹牛说能让你亲自向他道歉。什么？跟我儿子抢女人，还要老子亲自向他道歉？你等着，我马上过来看看是哪个疯子，直接拖去煤阳给埋了。哎呀，王总，什么事动这么大肝火啊？投资也不是不可以，自己去开个房吧，自己把房号发我，等我处理完事情就来跟你聊。好，谢谢王总。走，办事去。等着吧，我爸马上就过来，到时候你看看他怎么向你道歉。行啊，我等着。他刚才说他爸是开煤窑的是吧？是的，董事长。行，你给我把胡会长给我喊来，我找他问问这个姓王的都有点什么能耐。是。你说什么？你要喊胡会长来？是的，
怎么了？你还真是患了妄想症吧？你知道胡会长是什么样的大人物吗？就算我爸靠着3家煤窑都没资格跟会长同桌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他这根本就是对煤管会一无所知。开煤矿的个个都有钱，但这些有钱人里面的佼佼者才能勉强和会长说上话。他连一辆自行车都没有，也配搭上胡会长的关系，就更别说把会长喊来了。我也是，活了50岁，还是第一次见这么没谱的人，什么牛都敢吹，厚颜无耻，完全不怕人笑话。我算是看出来了，你是真的在吹牛，你还是赶紧走吧。王猛他爸可是杀猪出身的，脾气很差，他来了你就走不了了。之前本来我打算走的，但我突然觉得你挺好，我要留下来娶你，保护你。算了吧，你这样，我家里不会同意的。没事，很快你们就知道我到底是谁了。董事长，胡会长说马上就来。董事长，胡会长说马上就来。你说什么？你真的跟胡会长打了电话？他会来？怎么可能？连我们都没有胡会长的电话，他怎么可能有？我当然知道不可能，我只是在嘲笑他而已。今天非得把这几个骗子的真面目戳穿，然后送他们去坐牢。是的，让他们知道，不作死就不会死。你这何必呢？非要把事情闹得不能收场。放心吧，今天就会是你人生的高光时刻。那些质疑、嘲笑你，甚至试图攻击你、打压你的人，终将后悔自己的有眼无珠。你们看见了吧？一个一无所有的无能之徒，就是这么骗女人的。就是你能拿得出一个钢镚吗？夸这么大的海口，哪个女人要是看上你，算是瞎眼。是的，我当初就是瞎了眼才看上他。不过幸好踹得快，没想又来祸害我妹妹。对了，问下你，你喜欢什么车？啊，我喜欢什么车？什么意思？你喜欢什么车，我就送一辆。算了，真的别吹了。你看他们笑话的还不够吗？有些事儿你要相信，才会有奇迹。你告诉我，万一我真送到了呢？我喜欢跑车。行，那我就送你一辆跑车。马上打电话送一辆豪华跑车过来。是。算了，你别再吹牛了，反正我也不会开。没事儿，我开，我载着你兜风。谁欺负我儿子，还要我道歉？谁欺负我儿子，还要我道歉？爸，你来了。王总，喊什么王总？以后大家就是亲家了嘛。是。那个欺负我儿子、叫嚣我的人呢？爸，就是他。王叔，你认识他吗？这种小角色，我怎么可能认识？认都不认识，那他还大言不惭地说能一个电话就让你亲自过来道歉。你说能让我亲自来向你道歉？我是这么说了，又如何？我现在来了啊，不向你道歉又如何？我赌你会向我道歉，只是我不会接受。你说什么？我会向你道歉，你还不接受？是的，问题是我就在这里，我就不向你道歉啊！你能把我怎样？你要是不能把我怎样啊，老子可要开始把你怎样了。对了，他说他能把胡会长喊来，他还能把胡会长喊来，你还真是把牛吹天上，不知道自己是谁了。严总，你要的跑车送过来了，2辆，您看看喜欢哪种款式？董事长，走吧，过去看看，喜欢哪一辆？真的吗？车都送来了，还是假的吗？走吧，去选吧。干什么？想跑？我说了，今天你无论如何都得向我道歉，但你先让我给我老婆把车买了再说 ，OK？ 妈的，还在吹！我今天弄死你！哎，爸，别急，别急。这小子欺负你，挑衅老子，还留着他干什么？猫在吃老鼠之前，不是要先玩死的？他刚才想在我喜欢的女人面前装，说要送她跑车，不知道从哪个租车行叫了2辆过来装。我今天就非要看着他送，让他把自己的脸打肿了再说。行，那就听你的，先不动他。看吧，喜欢哪一辆？你是当真的吗？当然是当真的。这个好看些。好，赶紧把购车合同拿出来让他买。先生，要购车合同吗？先生，要购车合同吗？要啊，当然要。他不是要买车送人啊，没有购车合同怎么买车？是吧，小子？你说了要买的吧？当然，把购车合同拿出来吧。好。好了，您已经签下购车合同，付完车款，我们就可以把车钥匙给您了。行，付款吧。多少？全款128万，分期首率32万。不用了，全款。行，是刷卡还是现金？刷卡吧，刚好有。吹牛逼吧？什么家庭啊？一张卡怎么刷出128万？
他当自己是世界首富呢。夏虫不可语冰，一群井底之蛙，怎知真正的财富世界？好啊，我今天好就要看看你到底能不能拿出钱来。他要能拿出来，我当场给他磕一个，喊他祖宗。赵贵，可是你说的，到时候你可得磕。行啊，你拿出来我给你磕，你要是拿不出来呢？拿不出来，随你怎么办？行，要拿不出来就给我趴地上学着狗叫，滚出村去，别在这里丢人现眼了。这就是龙国银行的至尊黑卡。什么至尊黑卡？至尊黑卡，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这就是龙国银行的至尊黑卡。什么至尊黑卡？至尊黑卡，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去吧。好的，李总。这么多钱，我活了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啊！感谢您的支持。这怎么可能？他哪来这么多钱？假的吧？他这种人，一个月工资3500，一辈子都不可能赚这么多钱。对对对，肯定是假的。你别信他，他一个打工仔不可能有这么多钱，肯定是雇的人来骗我们的。对，肯定是假的。不要怀疑我们车行的真实性，这是我的工号，有什么疑问可以随时向我们公司查询。竟然是真的，他真有这么多钱！竟然是真的，他真有这么多钱！不会他真有来头吧？有没有来头，你一会儿就知道了。钱没问题，车钥匙可以给我，车可以留下了吧？可以的，老板。把车钥匙和购车合同都给老板。来，现在是你的了。你真的送一辆车给我？当然是真的，这还能开玩笑吗？拿好吧，以后你就可以坐在自己心爱的跑车里兜风了。可是我不会开车。没关系，回头我就带你去城里，送你去驾校学。好，谢谢。赵贵，你刚才说什么来着？如果我能拿出钱来，你就给我磕一个喊我祖宗的是吧？你别想了，也就100多万而已，算什么？我固定资产加银行卡上千万了，你这点钱屁都不是，也配我给你磕？就是，就这点钱也配出来炫耀吗？看来你们是存心想耍赖。我就给你耍赖怎么了？你咬我呀？哦，对了，你不是让煤炭大佬王总来给你道歉的吗？他带着打手，你赶紧让他给你道歉啊！小子，你逼装完了，该算算我们的账了。小子，你逼装完了，该算算我们的账了。跟我算账，我还是想说你不配。什么？我不配？就凭你倾家荡产拿出这100万？我能拿出来的，只会让你惊掉下巴。是吗？你拿出来，我看你要怎么惊掉我的下巴。他不说认识胡会长的吗？人呢？吹完牛不负责了。怎么这么久还没来？问问。是。董事长已经生气了，问你怎么还没到？快点！你到村口了，马上就到。行。我刚才听到了什么？他直接对会长那种语气命令，他是疯了吧？会长是什么身份地位？多少富甲一方的人都得毕恭毕敬，他敢那种语气，要真是会长，分分钟扇他耳光。所以他肯定又是在打着会长的幌子。要是能把他们抓去送给会长，会长肯定会觉得咱们很忠心。对对对，咱们把损害会长名誉的骗子抓去，会长肯定会欣赏我们，说不准一高兴又给2个没咬我，那我可就发财了。立刻把这几个冒充会长的骗子抓起来。谁敢动了试试？谁呀？又谁来了？胡会长。胡会长是谁啊？就是管理咱们煤矿行业的会长。难道还真是他喊来的？怎么可能？他什么身份地位，能喊得动胡会长？对，肯定不是他喊来的。一个被我踹掉的人，凭什么喊得动大名鼎鼎的胡会长？胡长山见过李董事长。胡长山，你总算来了。听说李董事长相召，我可是踢破脚趾头往这里跑。不知道董事长有什么吩咐？认识他吗？王远成是我们协会下面的一个矿老板。怎么了，李董事长？他说他开煤窑的，有钱有势，带了2个人过来，说要打我，让我死在这里。你觉得我该怎么办？什么？王远成，你敢威胁我最尊敬的李董事长？什么？王远成，你敢威胁我最尊敬的李董事长？他是胡会长，你什么人吗？混账东西，真是瞎了你的狗眼！你连李董事长都不认识吗？我眼拙，我不认识，还望胡会长帮忙介绍。让我介绍出来，得吓死你！李董事长可是我们南省第一未来集团的创始人，在全世界都享有盛名的金融传奇，也是创造了首个世界名车品牌劳斯拉的创始人，更是世界排名第1的特技驾驶大师，人称车神。什么？
他是未来集团董事长。他说的都是真的？不可能，他明明是我们村里出去的打工仔，怎么可能是那么大的名人？就是，我看见他都在路边乞讨了。未来集团的董事长怎么会在路上乞讨？我早跟你们说了，我是钱太多了，想去成就一些人，所以我假扮乞丐在路边，看谁善良有同情心，我就帮他逆天改命。我当时看见你们了，正走过来，但突然看见我，赵贵怕我找他借钱，赶紧绕道走了。我没说错吧？你真的只是在装乞丐？你真的只是在装乞丐？你以为呢？我是骗子，我装有钱，我能骗你什么？我以为你只是被唐娇抛弃了，又想来骗唐兵，所以在装酷。赵贵，李董事长享誉世界，多少风光的人物在李董事长面前也只能低头自称门生。他能享受到的人生得意趋之若鹜，他需要在你们这些土拨鼠面前伪装。胡会长，你没认错人吧？会不会有长得一样的？你这么问，你知道我跟李董事长之间的关系吗？可以说，没有李董事长，就没有我胡长山的今天。当年我们行业在南省一落千丈，虽然省的大山之中有很多资源，但却没有先进的设备去勘探和开采。是李董事长知道后，免费为我们找科学家研究发明出来，才有我们整个行业的今天。你觉得李董事长对我的再造之恩，我会认错人？原来李董事长就是我们行业的贵人，是我糊涂，我对不起李董事长，我给你道歉认错。还有你，赶紧给李董事长认错。虽然你们有诚意认错了，但那不代表我会原谅你。你们对我的认错，那是因为我强。但我更希望的是，你们对普通人去善良，明白吗？胡长山，在。李董事长，这王家父子仗着有点财富，横行乡里，把他的煤矿收回去吧。是。不要啊，李董事长，我错了。你不了解我，对善良的人我很大方，但对恶人我锱铢必较。你既作恶，便罪有应得。王远成，还不赶紧滚！还想惹李董事长生气吗？好，我滚。说吧，你想怎么死？你真的是未来集团的董事长？从一开始，我对你们说的所有话都是真话，只是你们自以为是，一句也没信。你们以为有钱人就一定铺张浪费，有钱人就一定前呼后拥，可并不是。大多数成功的有钱的人都是靠自己的汗水，靠自己的辛苦劳动，一步一步的积累获得成功。他们既知道财富的来之不易，也知道人品的可贵。只是到了你们这里，就以为个个奢靡，为富不仁，明白了吗？这么说来，真的是你帮我拿到的那些工程成就了我。张德旺来都告诉你，如果不是我，你以为你有什么能耐得到德旺集团的扶持？那这么说来还真是了。如果小李是未来集团的董事长，那就真的能让德旺集团听话了。哎呀，真没想到小李这么大来头。我就知道李将你从小就有志气，骨头硬，想要出人头地，你果真闯了出来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恭喜恭喜啊！不要恭喜我，因为从今天起，我会让德旺收回你的一切。你还是回你的工地搬砖去吧。不要啊，李将，李董事长，我们可是老乡，是发小，你不能这样对我啊！滚！赶紧滚！不要啊，李将，李董事长，我们可是老乡，是发小，你不能这样对我啊！滚！赶紧滚！真是有眼无珠、狼心狗肺的东西，帮了他还咬我。确实，能遇到李董事长这样的贵人，是他上辈子修来的福分，他竟然不珍惜，真是烂泥扶不上墙。李董事长，你看，我们还能什么？其实当时我和你分手也是误会。你滚！就是，你都踹了人家小李，还想复合？人家小李现在喜欢的可是咱们冰冰，是吧，小李？如果她愿意嫁给我，我愿意娶她。真的吗，冰冰？愿意啊，愿意啊！你真的是车神吗？你还不信吗？不是，我只是感觉像在做梦一样。车神一直是我崇拜的偶像，没想我能亲眼见到，还老天对我这么好的吗？不要感谢老天，
应该感谢你的善良。多少钱都没有价值，而善良才是最打动人的东西。我真的可以嫁给你吗？当然，在他们都围攻我的时候，你还在维护我，所以那时候我就决定了，要给你盛大的婚礼，给你一生的幸福。走吧，我用送你的跑车带你去兜风，去挑选你喜欢的婚纱，其他人都自己散了吧。哇，冰冰好幸运啊！